环境习惯啊，用台语的线顶罗马字课，你若毋捌看到罗马字，无要紧。伫即个课程内底，咱要豆豆啊了解罗马字台文安怎读、安怎写。我知有足侪朋友想要学罗马字，毋过可能无时间，也是无机会去上课。无要紧，咱若会晓讲台语，咱家己来学罗马字，其实嘛会用的。你若捌看我的影片，你应该捌听我讲。罗马字真简单啦，2礼拜就会使哩，嘛是真实用。就算讲咱要写汉字台文，咱嘛爱为罗马字开始。咱若要用台语的词典，也是台语的拍字软体，罗马字永远是咱上基础的基石。这个课程内底有分做10节课，逐节差不多半点钟左右，安尼拢总差不多5点钟。豆豆仔看分做2-3礼拜，还是1个月，无要紧慢些时。咱若想要学好，我建议家己举一支笔做笔记，上无甲我记的例词甲例句写落来，停好，一节看了，过长工家己过来练一摆。上好嘛是爱手写哦，因为手写较有法度发展咱的字感。咱细汉时去学校读册，老师叫咱手写，嘛是共款一个原因。第一节课呢，咱为上基础开始，就是台语的字母甲音节的构造。过来，咱要豆豆学台语所有的音，有声母、韵母，还有调。声调有影是台语上水的部分，毋过写调号的迄个规矩较复杂小可。同时，咱嘛爱会记哩，这个规矩爱配合咱已经有的语感。所以咱爱想一寡撇步，甲咱的语感甲罗马字的规矩超好好势。顶半课程上尾一节，咱要读一寡台语的俗语，慢慢发展咱的读册感。下半课程，咱要甲所有的音过来复习一解，搁要学词典甲拍字软体安怎使用，搁有腔口差、夹音词甲连尾，要安怎了解、安怎处理。上尾咱要读一寡艺客仔话，还佫有一寡台语歌的歌词。若即个课程读了，你都有法度家己读台语的文献、文章等等，佫会晓伫网络顶悬普文，也是甲朋友开讲的时阵，保持你头壳内底原来就有的台语环境。欢迎大家斗阵来学，加油！